说的是那为了，这个那样的没把钱也不就说了吧？前面大家差不多是今天就是吧？就是今天的发现堵了手上的一个的，这样子今天马上我去，到的大家就是那样的，这边给搞这个好手子，俺这个手手也不是那样。我今天就当光把闲的，俺的手手拿着钱闲的，学员也不去。